咁啊近排咧打得非常火熱，羅湖口岸係開咗個新嘅叫粵港新天地，都有佢嘅優勢嘅。如果大家唔係太匆忙趕時間，一支箭走咗落去搭地鐵嘅話咧，其實呢一度咧係真係幾好，可以 hea 下嘅。因為同大家講個秘密咧，咁啊唔好咁心急。首先我哋咧去呢個粵港新天地去揾咗嘢食先。羅記喜歡我嘅資訊，記住訂閱頻道，撳鐘仔，分享俾身邊嘅朋友，俾個 like， 支持格格出遊。哇！一出呢個羅湖口岸啊，咁啊近排咧打得非常火熱，羅湖口岸咁啊開咗一個除咗羅湖口岸嘅地庫有個飲食街，就係開咗個新嘅叫粵港新天地，正正就係我哋一出關，頭先你見到第一個畫面一出關，直接向前行就見到㗎啦。咁所謂同大家講個秘密咧，咁啊唔好咁心急。首先我哋咧去呢個粵港新天地去揾咗嘢食先。咁啊會從佢嘅商鋪嘅，譬如話佢有幾多個商鋪啦，裏邊佢個價格係幾多錢啦，食品嘅種類多唔多啦，同埋就位置係啦，就係直接呢一度位置好唔好啦。我哋不如揾食先，大大小小都見佢有開一啲冰室啦、食扒啦、嗰啲潮州河粉係果條啦。咁啊，究竟咧佢坐嘅地方多唔多，定係一樣都係外賣店比較多咧？好，嗱呢度咧就係以前我哋叫做嗰個羅湖嘅舊嘅汽車客運中心。一入到嚟呢個大堂就係見到一個叫做買車嘅售票處嘅 ，OK， 非常之靚仔啦 ，OK， 好，粵港新天地入去睇睇先。咁佢將成個嘅汽車嘅即係中心咧，就改為呢個間咗個場，我哋叫間湯場，就湯咗一件件做呢一種嘅飲食 F&B， 係有坐位嘅，咁第一間就係冰室啦，咁第二間就係呢一個飲茶嘅嗰啲奶茶 ，OK， 即係基本上你當佢一個商場咁樣睇咯，但係就係飲食樓層咯，商場飲食樓層嗱，呢一個橄欖汁，呢個就係外賣店啦。蛋夫人做蛋糕嘅 ，OK， 做一啲手作糕點，平均價錢就7.8一個撻，5.5一個撻。呢一種咧就比較即係嘢味啲，咁啊18蚊。唔知你覺得18蚊你又會唔會買咧？咁呢啲就係返口岸啊，返屋企之前就可以買啦。呢度有一間咧係食嗰啲咧海鮮湯粉嘅。其實就係講緊一啲嘅即係河粉啊、海鮮麵啊咁樣啦，大家咧各適其適咁樣去揾生意。呢度咧有一間咧係做包啊蒸包嘅，咁啊有啲粗糧啦、蒸包啦，全部係講緊係外賣嘅，有一點心啦。可以咧即刻係有一啲嘅外賣點心可以即時攞嚟食嘅。OK， 咁呢度咧有一間咧係針灸啊養生館。OK， 呢度中間仲有條巷㗎，咁就係有一個嘅嗰啲燒肉啊，做臘味啊 ，OK， 呢啲唔係賣㗎嘛，呢啲蜂蜜應該係賣㗎。咁大樽嘅，成支油一樣咁大嘅。話明肚仔餓啊，梗係揾嘢食啦。大家又會唔會諗到我最終會喺邊度食咧？坐低好，呢個係嗰啲餃子店。咁啊，亦都有現場咧，係現場包餃子，亦都可以咧買啲翻去嘅。即係可能貨你係臨拉屎嗱，都想同大家講咧，深圳關有機會你呢啲咧唔係熟嘅餃子，係有生肉嘅咧，就唔知俾唔俾可以入到口啊！大家就要關注下啦。可以帶㗎嘛？即係生肉可以帶嘅呢個。包咗餃子咧，雲吞可以帶嘅。雲吞餃子可以帶嘅。嗱，大家聽到啊，姐姐講話雲吞餃子係可以帶，所以咧，就算你唔喺度食，或者你呢度食完一碗，你呢度仲可以買到半打一打翻去嘅。嗱，有好多品種嘅，有馬蹄啊，有即係嗰啲玉米啊，咁個種類都好多嘅。呢間啦，紅大爺 ，OK， 天府和府撈麵係咪辣嘅？我睇佢辣嘅應該係嘛？它是辣還是不辣？是辣的。我們有辣有不辣，像這個是酸辣肥牛麵。酸辣。酸辣。這個是番茄，因為甜甜的。哦 ，OK。拌麵嚟嘅，拌麵撈麵，有湯還是沒有湯的？湯麵啊，拌麵，還有飯，沙煲。有飯嘅。哦 ，OK。
好呢邊咧就係有炒栗子啦，咁同埋有好多呢啲粉啊，你可以一兜兜你揀到邊啲咧？呢啲全部磨晒，咁呢啲幾好。嗱呢個我幾中意啊，5克嗰個核桃粉嘅，咁啊成兜咧揀完之後咧佢就磨成兜你就可以買翻去啦。OK， 呢個咁多嘢，去濕喎 OK 喎。嗱呢度啦，呢一檔幾好啊嚇，養生。雪耳都去磨嘅咩？這個可以磨啊嘛。我採乜樹打分？我第一次見到乾身嘅樹耳都去打分，哇！犀利！係白果嘅 OK。好，我哋睇一睇先。呢間現打現磨OK。呢啲都係買翻去食啦。好，煎餅度點樣煎餅？咁似漢堡包嘅 OK。啲嘢食都有啲就熟口熟面啦，有啲係比較新鮮嘅。即係新鮮嘅比較特色啲，比較得意嘅。OK，呢間係食蟹嘅，食蟹。好啦，呢一間咧食潮汕果條啊，即係大家嗰啲食嗰啲河粉啊，潮汕河粉啊。好，呢間都比較多人食。板前小吉日本嘢，我啊比較中意食日本嘢。呢啲就應該 omakase 咁啊，扮 omakase 咁樣。唔知大家有冇經歷或經驗喺大陸食日本嘢咧？我就 so far 食咁多次都覺得係幾好味，同埋啲嘢都係 OK 嘅，比較新鮮嘅都係。好，呢個就食酥鴨啦。好，嚟到呢邊有雙皮奶。雙皮奶。有茶大爺啦，專係用椰水嚟做個茶嘅，好健康啦。咁啊有呢個牛扒啦，有Tubsting 漢堡啊，中國嘅漢堡包。酥鴨啊，過嚟睇翻下嗱，全部都炸嘅，唔同嘅形式啦，有髀啊，有個係啦。呢度咧有越南粉喎，越南粉都幾好喎。到喺呢度有一間咧叫內斯眼鏡 ，OK。嗱呢度有一間咧係食湖南菜，湖南菜係唔錯。我上次食過湖北湖南就比較辣少少，但係咧以小炒為主。如果大家中意食香口比較辣啲嘅咧，可以嚟呢一間。呢間係中醫啦 ，OK。呢度咧有一間咧食雞嘅，望過嚟呢邊咧。係啦，呢一間就係咧有一個比較中菜式嘅堂食。呢間就食嗰啲京菜，地道北京菜，坐得都比較舒服。呢邊又係有個潮汕啲牛雜啦。今次呢個地方咧，同之前我哋行開嘅羅湖嗰個地下街嗰個，即係羅湖商業城嗰個負一樓嗰度咧，有啲唔同，因為佢係有多一啲座位俾大家。呢啲就唔屬於餐廳，係屬於商場裏面公眾地方嘅。好，開業我都聽聞係幾好㗎，我就會嚟試一試。呢間咧叫潮路園，亦都係有幾間嘅養生館。咁啊，而家好似做緊折頭嘅，嗰58蚊咧都係按一次腳，咁啊非常之正啦。嗱呢一間咧係食，都係頭先我哋前後鋪係就係食嗰個湖南菜。如果大家中意食辣嘢咧，可以嚟呢一間試一試。大家咧就唔好咁心急，咁啊記住睇到尾，大家就會一陣就會同大家分享咧，究竟呢個秘密係乜嘢嚟嘅咧？關唔關你事咧？最終我係揀邊間嚟食咧？都好難揀。我最終咧就係諗住揀咧食餃子，試下呢間先。好，坐低嗌個餃子嚟食先。嗱呢度睇翻嗰個價單啦，咁咧你話佢好平就唔係太過話特別平，亦都唔係話咁貴。但係咧以深圳嚟講嗰個價錢咧就稍微高啲啲嘅，咁啊但係都係可接受。佢講緊咧，譬如話佢大致上一碗嘅餃子，如果細份嘅咧就26蚊，大份就35蚊。咁睇下陣間嗌一個咧嗰啲餃子，如果細份睇下有幾多粒。咁啊，另外咧，如果佢有啲搭配嘅，即係嗰啲配菜咧，就大概10蚊一碟。咁啊，另外咧，糖水就8蚊一碗啦，咁上下。咁啊，睇下佢翻嚟嘅份量係幾大啦。你跟我點啦，點餐哈。現在我要點這個冬菇馬蹄。如果小份有多少？小份15隻。15隻。還包嗎包？對，還有我要帶骨湯。我可以乾嘛？乾班嘛？乾班可以啊。乾班就是乾班嗱，佢有呢個幾好喎，呢度咧嗰啲雲吞咧有幾隻未俾你，乾本咧有1、2、3、4有白灼嘅，有特椒嘅，有紅油同埋有個蒜香。但係我如果要大骨湯都得，一個係濕
4個係乾，咁我就想要個紅油是很辣嘛，不辣，不辣，不辣，香是香，香對香，我想要個紅油。紅油哦，剁椒係辣不辣？剁椒也不辣，有冇辣？嗯，紅油啦。紅油嚇，仲有啲。咁然之後跟住我就想再要個那個配菜是多大？配菜這個碗，這個小碗，這個綠蓉菇，哦對，好 OK，它是什麼味道的？帶一點點鹹，蠔油是啊對，有鹹的。點點鹹的，對，好，要個綠蓉菇，好。 OK，咁就等食啦，而家掃碼，掃碼 OK，掃碼你掃我嗎？我掃你對的，好，對，好，行，我給你2碼嘛，你掃我。對，好，咁啊，大家都係啦，嚟大陸玩都係微支付啦，咁佢就現場掃碼啦，係啦，咁就飲料我可以訂嘛，有免費嘅飲料嘛，嗱嗰度咧有啲茶可以自己斟嘅，係啦，過嚟呢度可以有免費水飲啦，另外咧有一啲配料嘅，係啦，薑葱啊、辣油啊嗰啲咁樣嘅。好啦，到齊啦。咁呢個就係頭先我講嗰個綠蓉菇 ，OK？呢個就係細碟嘅呢個馬蹄冬菇餃，咁就我要紅油啊，15隻。另外咧加咗超勁嘅配料啦，有勁醋，因為你食雲吞同埋啲水餃最緊要有醋啊嘛。咁啊好肚餓，食嘢先。哇，睇唔睇到？嗱，唔係扮嘢㗎嚇，真係肚餓。最終咧嗌咗個紅油15粒嘅雲吞食晒 OK？咁咧成個單咧就係講緊係32個8毫8，咁就有一個涼拌嘅綠蓉菇，加埋呢一個15粒嘅雲吞，價錢就一般般，但係都可以接受嘅。咁當然一樣嘢啦，我就覺得咧幾好味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我揀啱呢一個好有口感啊，因為佢冬菇加馬蹄咧好大粒嘅裏面馬蹄，咁啊係齊料嘅，而且撈個紅油撈得好好味。好啦，再過嚟呢一間咧食嗰個撈麵，我哋睇一睇個價單先。嗱，拌麵咧29蚊嘅，雞絲拌麵32蚊，普通一個咧就咁冇即係北海道咧冇咩嘢加嘅咧29蚊。平均嚟講，呢間鋪頭都係徘徊喺29至到30零蚊嘅，係啦。價錢大曝光 ，OK， 係呢間嘅。好啦，講緊係做緊啲夾餅啦，咁你見到喂，如果真係可以捱得到啊，即係講緊係可以飽得到肚嘅咧，我覺得呢個應該係幾好啊！16個9一件煎餅，係啦，2層嘅喎，大家記住。OK， 呢一個蔬菜嘅10個09添，呢個應該係全場最抵食。飲一個綠豆湯或者南瓜粥咧就6蚊，呢個應該係最飽肚之選嚟嘅。噔，係啦，叫做煎餅道 OK。呢間咧排晒隊等喎，完全食蟹嘅呢間係。呢度咧就係見到嘅，佢成個套餐，哇！呢個好吸引，108蚊有蟹黃撈麵，呢鮑魚你話鮑魚嘛？即係㗎，有4個，有應該片開㗎嘛？4隻定係片開㗎？是㗎，有4個鮑魚加埋個蟹黃都係108蚊，哇！好犀利，一個蟹黃鮑魚撈飯108蚊。其實啲咧嗰啲米粉麵咧都係講緊28至35蚊咁上下，都係徘徊喺28、29蚊至35蚊度嘅。呢間就係食蟹黃嘅。都好多人嚟試喎，梗係食蠔嘢，梗係要上嚟內地食啦，係咪先 ？OK， 好唔該。呢個係一人份量嚟嘅，即係咁樣一份嘅，係咪 omakase 嚟嘅？你呢個係 omakase，但係我哋都有單點嘅。單點即係阿拉卡嗌嘅單點嘅，但係如果呢個係 omakase 個價錢嚟嘅，嗱288蚊 omakase 啊嚇，咁咧先嚟個即係下次就拍俾大家睇下好唔好食啦。咁有個章魚啦，呢兩個二選一定係全部啊？全部。除咗最後今日係布丁同埋個鵝肝。哦，即係除咗呢個係唔同，其他全部前面嗰啲都係咩㗎？嗱288蚊，大家可以建議試下。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有9個魚生，加埋2個小菜，一個湯，一個就鵝肝飯，一個就係甜品，288蚊。sashimi 哦 sashimi 係啦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sashimi 魚生咧，真係 OK。係嘅，因為我哋板前師傅係即做嘅。係板前師傅。哦，嗱呢個大家可以試一試啦，因為我就知道咧有好多啲社交平台已經出咗呢一間係好出名 omakase。我就所以咧都有慕名嚟睇一睇先，咁下次可以嚟試一試。呢個有咩分別啦？398蚊。脆品未有啦。嚇？脆品未有，脆品。第一開始就係基煮鮑魚啊，同埋鮑魚，基煮鮑魚，同埋佢蒸蛋又唔同嘅。唔係蒸蛋一樣嘅，但係第二個之後唔一樣啦。哦，之後唔一樣。嗱呢個啊，嗱好啊，大家 omakase 啊嗱，都係自己親身嚟試下啦。睇相片同埋睇視頻，同埋自己親身嚟係唔一樣嘅。好啦 ，OK。唔使 book 位啊嘛？唔使 book 位啊嘛？呢邊係現場。現場嗱，記住大家呢一間啦嚇，要現場嚟，佢哋唔接受線上 book 位，你現場，因為佢係煮新鮮嘢食嘅 ，OK。
嗱呢個咧係呢一個潮汕嘅牛肉粉啦，果條啊我哋叫果條，細碗嘅25蚊，中碗30蚊，大碗35蚊。咁啊有多啲豬雜位，呢個咧就係十足十我哋喺咧大陸嗰時咧，呢啲係包裝係拿走的嘛，就是外帶拿走嘛。哦，咁呢啲有佢嘅一啲包裝嘅魚蛋，哦，我有賣39蚊一包細嘅，100蚊3包，39蚊一包，100蚊就3包，可以攞翻去香港。咁啊大致上頭先個價錢你見到啦，咁就30至40蚊咁上下一碗啦。好，果條雙皮奶。見唔見到幾多價錢？係29蚊一碗雙皮奶喎。咁如果喺呢度嚟講個順德雙皮奶呢一度都唔係算太平。大致上咧，但係如果你唔飲雙皮奶，可以飲其他啲嘅。佢個價錢大概咧20蚊咁上下就去到有30蚊，但係30蚊應該唔到嘅，大概27、28係最多呢個價單嘅。講緊呢啲全部27、28到。呢間飲雙皮奶嘅。秘密究竟係乜嘢咧？咁啊，陣間好快同大家揭曉下嘅。咁我哋咧就，仲有呢間茶大爺咧，大家有所不知，其實佢係香港人開嘅，亦都喺深圳有好多間，亦都唔止一間。我哋嘅香港人去幫襯翻香港人啦，茶大爺，我準備會飲一杯，耶！究竟有啲咩飲咧？睇入邊就係最多椰子水馬蹄爆珠椰子水，全部都是冰的嘛？也可以做热的。有熱嗎？有。這些都可以做熱的。也有椰子味道嘛？對對對。哦。有冷熱可以選，你看冷熱。呢個如果有呢啲顏色嘅咧，就係熱嘅，呢啲可以做。鮮椰魚凍，它也有熱的。山茶花也有椰子水在呢邊嘛？即係有椰奶在裡面。椰奶呢個 latte 有美式嘅椰子水。如果不是熱的，它有沒有常溫的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不加冰，去冰可以嗎？可以做去冰。OK 喎。有些產品它有做去冰的，有一些是不加去冰。它是常溫還是它冰的沒有加冰？有些做去冰之後，它還是有涼感。有涼感好啊，我睇下我飲咩先。最終咧諗住試一試呢一個貓山王椰子茶，要熱嘅。OK。好，閃耶！最終咧我就俾錢啦，要大杯中杯，咁啊要中杯先啦，要少甜嘅 ，OK， 好，付錢。嗱，真係咧，香港人幫襯香港人啦嚇，一嚟到新開個商場，咁啊梗係要種善因得善果，梗係要幫襯人哋新開業嘅鋪頭啦。咁啊，即係都建議大家可以有得幫襯下都幫襯下咯，人哋因為新開業都唔容易嘅。好，我試下呢個貓山王，等一等先。嚟啦，終於有啦！呢一個就係榴蓮果啊，即係貓山王榴蓮果嘅椰香椰子茶，好試下先。如果大家中意貓山王，極力推介，因為好重貓山王味。好得點啊 ？OK， 大家得閒嚟到呢度就幫襯下香港人嘅鋪頭啦。我哋睇一睇呢間冰室。OK， 簡啲飯先啦，鋸個排要59蚊。如果呢個肉眼扒煎雙蛋係39。OK， 咖喱飯係39蚊。平均來說，如果你唔係鋸扒咧，佢徘徊喺30幾蚊至39蚊之內嘅。呢個咩爆奶華，好中意嗰啲爆奶華咧，29蚊啦。咁如果拼盤都係29蚊。小紅嘅檸檬茶就19蚊啦。OK， 記住係新開業啊，全場8.8折。咁啊，一入門口就見到呢一間冰室。咁大家唔知覺得呢啲價單啱唔啱大家咧？嗱，我就啱啱食完啦，食飽飽飲完嘢，出翻嚟呢度咧，咁見到前邊呢個位咧就係搭地鐵嘅。咁啊，那麼呢一邊咧嘅右手邊就係入呢一個叫做粵港新天地。咁如果下邊呢度我哋去翻嘅即係嗰個融合街啊，就係我哋嗰個係啦口岸。因為點解我都係要搭地鐵嘅，咁啊直落呢一度啦，咁去翻我哋慣常去嗰個即係融合街啦，飲食街。同樣都係去到呢一個深港融合商業街啦嚇，融合街 OK。我哋數個 round 睇下佢有啲咩特別先。同樣都係賣下啲電話卡，兌下啲人民幣。嗱，呢一度呢條街係旺嘅，滿街左右都係鋪。有個特別之處就係咧，鋪係細，品種多，但係外賣，全部拿走外賣嘅。咁啊冇乜點樣去啲位係預你去堂食，呢全部都係講緊你全部要打包啊、攞走啊咁樣 take away OK。無論佢係做緊啲湯包又好，或者係做順德雙皮奶呢度開完之後，樓上咗開嗰間坐低啦。頭先見翻早前嘅視頻啦，煎餃王啦、北京烤鴨啦，呢間好出名嘅呢間網紅店 Sophie 呢間啦，同樣都係好出名啊！食嘅炒貨全部講緊嗰啲口垃圾，你咪睇少啊！呢啲買下都買你成幾十蚊、100蚊 ，OK。
咁啊都係 take away 多啦。呢個嗰啲好似冰皮月餅咁啦嚇，蛋糕仔、大閘蟹旺季、冰糖葫蘆都整間咯，係啦，蛋撻王啦。大致上嘅租客咧，其實同之前都冇乜點樣變化，因為大家揾到食，揾到就係自不然，即係加租都要俾㗎啦，係嘛？除非你唔想撈嘅啫，咁你想一路繼續做生意做得好地地咁啊，可能加轉租加些少都照留翻喺度啦，因為你做開咗個位置同品牌，啲人嘅人流識揾你啊嘛，嗰間鋪頭個位置，嗱呢間都係網紅店啦，瑞士卷嘅專係做 ，OK 呢邊啦，馬來西亞啦，榴蓮千層。租客冇乜點變咯，除非呢啲叫 pop up store， 我哋叫做咧，即係短暫嘅暫時租約啲 counter 位咁樣，呢個就係專係食話蟹貴真係好犀利啊！專係食佢蟹黃嘅鹽焗雞、燒味，咁一路都係冇乜點變啦。咁啊，乾貨嚟分享啦，就同大家去分享翻究竟係咩嘅形勢？咁啊，究竟大家食貴定食平啦？而且係有啲咩嘅秘密，同大家講個秘密。同大家分享今集呢個小揭秘故事背景。而家喺內地咧，尤其係深圳啊，個地鐵都非常完善，加埋有高鐵。反之嚟睇咧，其實用舊有模式咧，嗰啲長途車嘅巴士啊，或者係汽車站咧，其實已經唔係消費者嘅首選啦。所以正係呢個羅湖口岸嘅呢一個舊嘅汽車站咧，轉型將佢租金收益最大化，梗係劏場做商場，消閒飲食啦。好，咁而呢一個小揭秘嘅發生過程咧，首先咧我就要講以下嘅內容，自供參考喎。咁咧，我哋嘅羅湖舊客運汽車站咧，就總共有兩個區，一個 A 區同 B 區。以今集我哋去傾嗰個 A 區為例啦，佢大概25,000尺左右。咁而呢個業主方咧，就係呢個深圳市客運服務有限公司羅湖汽車站。咁而佢哋咧係以呢個招標形式去揾租客嘅，咁咧頭尾係有3輪嘅招標，而第一次嘅招標咧就係深圳市平安聯合汽車租賃有限公司係中咗標，而以每一平咧2260蚊，即係話每一尺係226蚊嘅人仔咧中咗標，但係最嬲尾咧亦都冇去簽約，撻咗訂喎。咁而第二次咧，重新再去出招標嘅時候咧，有一間深圳市群家食品有限公司咧，係以一個咧羅湖鋪王嘅高價咧6888蚊，咦咁似人哋封利是，咁每一瓶係以呢個6888蚊嘅，即係每一尺係688蚊。咁係咩概念咧？就係話咧，佢成個場25,000尺，如果以呢個688蚊每一尺去中標嘅話咧，即係每一個月佢係要交1720萬租，係你冇聽錯，係以1720萬租去中標。咁當然最終亦都係冇去簽約啦，撻咗訂。咁咧頭先所講嗰兩個咧，都可能係唔係太實際啦。咁變咗而家第三次咧，佢哋以一尺係110蚊去拿下呢一個場，做一個大包租嘅形式，再將佢劏出嚟做呢個飲食消閒餐廳嘅一個嘅trade mix 啦。OK， 而有趣嘅對比，大家咧都有去過蓮塘口岸啦，咁蓮塘真係逼爆嘅，個商場人流咧係要排隊啊。點解？因為咧蓮塘咧係要先經過呢個商場嘅飲食街，先至能夠去行上去過關。而呢一個嘅粵港新天地咧，坦白講咧就未必需要係一個必經之路去來回翻呢個羅湖口岸啦。但係佢亦都有佢嘅優勢嘅。如果大家唔係太匆忙趕時間，一支箭走咗落去搭地鐵嘅話咧，其實呢一度咧係真係幾好，可以 hea 下嘅。因為咧地方真係大，而啱啱喺呢一集睇到佢而家開緊業嘅餐飲咧係比較真係都多，而且品種咧類型咧都係比較廣泛。咁大家如果真係約啲朋友喂羅湖口岸等咁啊，你都要揾個地方去 hea 或者坐低嘅。佢呢度的而且確幾好坐嘅，咁所以咧佢都有佢自己優勢，又大又新啦。
而且咧，我梗係都有做功課啦，我都有格過價嘅。以今集咧所講嘅粵港新天地，同埋咧開咗咧係有段時間嘅負一樓嘅深港融合商業街咧，佢哋兩個嘅比拼咧，有啲飲食嘅餐廳同埋一啲甜品咧，的而且確係粵港新天地咧係有貴2至3蚊嘅。咁但係又咁講啦，咁你樓下咧負一樓咧攞走嘅，即係 take away 嘅外賣嘅比較多，真係佢真真正正有位坐嗰啲咧，都係上返粵港新天地啦。因為大家即係坦白講，人哋都要抌本㗎嘛，咁啊又坐得舒服，又乾淨又新，而且的而且確係真係咧飲食嘅品種係比較多嘅。咁好可能咧，佢上邊粵港新天地嗰一碗粉咧係講緊食25蚊至35蚊不等啦。咁但係真係咧物有所值嘅，咁新場大家咪幫襯下咯。而你又點揀呢？會唔會真係去呢一個嘅新場粵港新天地嗰度 hea 下、食下嘢、按摩下呢？嗱，歡迎大家留言去分享下你嘅睇法咧。今集就分享去到呢度啦，咁啊希望大家咧訂閱、分享、俾個 like 啦，支持格格出遊。下集見，拜拜。